即係佢細個嗰時咧，跟住爸爸譬如一棵樹咁樣戒到佢咁，戒成一嚿咁，而一塊塊蛋釘到一隻樹出嚟咁咧，佢又好成功咁樣我哋叫做推水啦，即係新船底咁啊，咁啊哇成日可以運作，咁啊都感覺到幾開心噶。奇嬰2號就送咗過去英國博物館嘅，咁啊嗰時感覺嗰時咁喺香港一間咁嘅小漁村，咁啊又得包月光出錢捐助，咁啊送過去英國嘅博物館。Sails dyed in maroon red color, which symbolize good luck.咁就1970幾年咧，咁啊香港政府要填海啦，咁啊被迫遷拆，然後再搬咗去愛蝶灣嗰個位。咁啊跟手佢又再發展啦，我哋又搬咗出嚟呢度。一冇人，二做我哋呢行咧，即係用嘅地咧佔地咧比較要多嘅嘢，係想要做嘅最緊要政府要批到地俾我哋做。昔日香港以捕魚為生，船廠造船出海和維修船隻，扮演着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。而家其他行業開始取代漁業，保育船廠及其建築，有助保存香港嘅歷史同文化，讓代表我哋香港獨有嘅文化得以傳承落去。Let our spirits thrive and tell good stories of Hong Kong. 説好香港嘅故事。